群发是否不会心态？偶尔我可以成为最强者，谁也最有加油。我会设定目标，实现它。宝贝怎么了？可能编辑卡车吧，1000万吧，写身体本的下流 Kitty Kitty yeah。我们有征服，加倍准真，他们喜欢我所拥有的来告我。宝贝没有机会了，不如跟随音乐起舞。我会在这里不要犹豫。我会在这里不要徘徊。但你对我一无无知，你会了解我的呐喊，这是全息闪耀的美丽夜晚。你说什么？无尽的价值，你知道这就是我的。听啊，你说什么？准备好了吗？开启灯光，充满热情或野心，我要不掩饰，跟着吧，感受我的肢体语言，宝贝永远。宝贝拥有美丽，ASA。当我穿衣服时，我不认为我可以成为谁啊？我不需要太多，我设定一个目标，我要吃午餐。宝贝怎么了？去哪边骑车？Kitty，我还不跟 Kitty， 觉得我们要近一点，可是走到我，因为我得到了他们喜欢的东西。宝贝没有机会，最好跳那支舞。我会在那里，不要犹豫。我会在那里，不要犹豫。把美国了解我，是的，你一定会了解我，那是一个美的心眼。你说什么？我等你一切，你知道这都是我明白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准备好了吗？设定好白开灯，说出新更美丽的心眼。等他们抽取怪物来征服。宝贝 ，Hello， 怎么了？我们是最好的情侣的坦白，我们祝福。将桌子把泪吸毒。一刚开危机，没有复制，没有锋芒，登上我的生命，这个音调我要离开。Most 坚持捉紧紧抓住，猜到最后，就这个我们会齐心。你说什么？我等你一切，你知道这都是我明白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准备好了吗？设定好白开灯。宝贝有激情，有野心，我好的看着，看我用我的真心看出我的心声。宝贝有滴水，宝贝为了滴水，这是我的心电动，我也会唱着信仰声音后，说出我的名字，再站起来。现在看我再次做这一切，宝贝看到了滴。